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30，箴言29章25節安尼講：行為人的，就是失落網；獨獨倚靠耶和華的，要得到安穩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無行為人，獨獨倚靠你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獨一上帝，你是統管萬有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用信實賜福萬類，你用公義審判萬人。主啊，你用無比的疼來疼世間人，也用無比的憐憫來憐憫阮的罪過。主啊，我們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。主啊，世間一個人都無的是世上的關係，想要徛官位來壓制人，結果是人驚人，毋驚上帝，就落入仇敵的羅網。主啊，你愛阮所做的，就是無驚歹人的計謀甲羅網，就照你的旨意來行，因為獨獨倚靠你的，要得到安穩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